公允价值为什么对隔夜风险和盈亏归因至关重要呢？一、隔夜风险管理。定价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了隔夜风险指标，如 VaR、压力测试和敞口报告。错误的定价会导致风险资本分配不合理，从而影响对冲和监管报告。股票交易台通常持仓过夜，因此按市值准确计价对于评估价格跳空、波动率变化和宏观事件的风险敞口至关重要。二、盈亏归因。盈亏归因是将每日盈亏拆分为多个因素，包括价格变动、波动率变化、时间价值、交易活动等。准确的定价可以确保盈亏解释合理，这是产品控制、风险管理和前台的关键要求，其有助于识别模型风险、对冲偏差和意外敞口。监管机构和内部审计高度关注无法解释的盈亏，其根源往往是定价错误或数据滞后。